来看台中新品苏北控卖场，进前通报讲有一个妈妈带2个查囝踅街，因方怀疑讲破坏翕相大纸机械，母仔囝拢互带去派出所。后来发现讲机械根本就无歹哦，警方的处理方式嘛引起真侪批评。今仔台中市警察局的局长李文章各讲各讲，主管是记新改2改，处理代志警察记新改1改。违反了我们处理刑案的相关规定。 所以代班的员警经过调查的结果，合予申诫2次；另外2名协勤的员警各予申诫1次。那2位实习生，因为他们是见习的身份，这个部分并没有不会做惩处。另外在受理案件的部分，没有开立报案3联单，也合予申诫2次处分。 台中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章嘛要求讲，爱甲即个事件来正做案例，未来嘛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。